洞哦，做一个洞洞哦，还有一蛮干呢。结果你现在是眼睛哈难，你是更不安全吗？哦，啊，看来更穿了。阿婆真要做妈眼用来这样子串贴哦，叫阿婆红起来哦。对啊，跟住带下排空没有，可是我们3秒就会结束嘞。一起专心。哦 no， 金琴都在几多岁啊72啊，又小龙人啊！不可能， 71哪有凶年呢？赶快去参加人不可你的42，这像两头也好。我不想录了。对啊，椒酱很好吃哎，真的啊，等下苦瓜拿给你。再冲个比鸡母还豆哈豆，哦，我最喜欢他就是爱吃这种，到我家来吃。待会主责的很明显呐。素琴姐会负责哪一部分？口述的部分。一嘎子住。客家嘴波一板，拜托，教我煮新超派的料理。走对了。哇，又ใส่那个感光吗？你不要再走两个路线。又很干哦，讲会我刚才这边麻掉哦。我上班很记得嘛，就那博谦讲义后，其实我发现到，动作观众看又反应，我还没有，还蛮公平的。没有。那个可爱路线哦，亚等好不容易把这个记忆 delete 掉了，又啦，你又突然间。好啦，我喊起到可爱教主，还有原本记就走的啦，龙哥啦。对啦 ，Hello。可爱教主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唔过呢，吼，做嘛博谦金面我觉得有相关，因为金面的 CP 产水咋，都系什么诶？系啦，都系动电影写嘅。哦，而且呢，家的都系一级棒嘅一个料理厨师，台式哦，青豆哦，都看你节目过后，真研究种小戴师傅讲的料理暴增版呐。错，冇唔错。保养都金面的评审欣赏，提前保养都小戴师傅。欢迎小戴。稍后放上就来的可爱教主，我们的志龙哥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来资料，大家好。沙特好了，分享到风吹惨水咋，很多次我的故乡哦，苗栗市吼，那个阿姨呢屯村诶，乡下来比赛，分享到苏김치老陈姨分享。哇！稍後看一下白天俩最後一次，突然讓我記得係表姊妹哦，按到周素菲、卓奕純。冠央，哦，真的是兩姊妹呢，非常的後生哦。先來看看你風吹嘅，今日帶來乜嘢你故鄉嘅好料咧？問大家看一下。哦，你睇你乜嘢客家馬卡龍？哎呀，也就會下就從食到泰嘅東西，特別下口卡媽媽冇時間好煮點心啦，也就去路後嘅茶鋪店嘅，就買一種好食嘅東西嚟請人太家食。因為我覺得這有點不一樣，哎，你轉比較扎實，轉到會抗燙一些，錯，因為下就客家人人較硬，真的很會接。啊，不過陳怡呢，是到香格里拉露營區了，哎，服務過後，然後係頭療保健師，哎，還是說，走天那麼哎，哎，偷那麼哎，哇，哎，我們很需要。等下換場的時候問他一節多少，我們一起。這比做菜更吸引人哈，很療癒，很療癒。阿蘇김치本身就係料理師傅。冇咁厲害啦，又都傳堂做事啦，又都傳堂做事，要看師傅表演過啦，太兩皮的呀，太強了。哎，講到你馬卡龍好食哈，哎，講切菜，其他的為所謂馬卡龍咩，愛用個口感，跟你們一樣甜呐，介於中間哈。嘿，不過今日咱最帶來買好食，讓大家分享啦。然後安迪湯。Andy Soup， 安迪湯，發明要用糖的意思，可以寫好多安迪。以前啊，因為他們兩位呢，就是我們的台大醫院的檢驗師。哇，嘿哦，所以你要對性提動喉嘛？怎麼個？補元氣。哦，做得變漂亮，變強。哇，古時候嘿，講以安迪都欣賞都會流傳講，我食下個安迪湯。較補氣係冇，嘿，你睇地盤要乜計？黃芪、紅棗很多枸杞，三方就好哎。經典3元素啦。哦。因為都毅然走邪哈，又傷西就是不是按照大家的生理的作息，你要去聽走的要補一下，你希望補夠以後，
我们今天大家都烟气慢慢，那可能要续杯。续杯了，来敬你一杯。好，好哦。我学的哈，好吃，好吃。烟气慢慢的哈。有哦。不过这真的学到了，原来这个叫安迪汤。嘿，你下禮拜都不卡自己做啲嚟泡嚟煮嚟食咯。好，唔該你生下來，你又先來暖身一下金航體育館嘅 PK 賽咯。用錢來挑戰，有關考驗兩嘴對食材嘅認識，還有對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愛動腦筋，還會比反應，兩片變素養，順來萬人較厲害。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！好，其實個人嘅考驗來了。你一啲部吼要習作題啊，還有對客家文化了解有基礎嘅考題，剛好又讓大家睇看一下。為了避免大家等下學唔到東西，今天的題目基本上是中間偏下一點的難度。哦，所以沒有那麼困難。嘿，我印象深刻兩個的那個哈，我們最後在摸喉學咯。有啦，有準備好咧哈。有。好啦，合到邊度咧？好三條步。好，我先來攬嘴。藍隊先來先。好，講你。鼻子，哇，一定要啲嘅。通常這種題目來。一聽懂啦。睇下咯，客家嘅語講七後生八後生，唔到啲嘅轉同山，係比用乜嘅呢？A 係年少無知，B 係人生苦短，C 係千金難買做啲的。好，你還記過有談過嗎？是比沒談過。七後生八後生，你覺得它是比喻什麼？年輕人，還有上年。啊，所以 A 好，年少無知嘛，沒有可能睇嚟以後係無知哦。就播間。你看下正確嘅答案係 B， 人生苦短。其實小朋友是在喊唔地苦哦，結果睇嚟以後長啲啊，人生苦短啊，所以比喻好好要把握時間，唔好打鬆時間，唔好打鬆人生。哎呀，人生苦短。沒關係，第一題而已，第一題聽聽。好，唔怕亂訓一下。我最想什麼啊？神仙咯，食嘅東西。OK，神仙我食嘅係乜嘅咧？拜山，唔建議攞乜嘅東西叫下來食。A 係竹竿，B 係飯瓜，C 係陳皮。哎呦，我提醒你啊，係冇建議，唔係做唔得。可能是。因為都應該啟動講，哎，敢會有那種就是建議啊，嘿，冇建議唔係做唔得。它不是有害的。對，它不是有害物質。我哋再提示一下。哎，沒了。你咪講講啲中腔下發白菜會變色。哦，我想咩嘿？跟住會。你確定你剛剛沒講？聽我們一講句。跟住會 B。係啊，飯瓜係飯瓜係嘛？飯瓜了。係嗎？應該係唄。可是陳皮不是果皮嗎？因為飯瓜老上要全部綿都向下當定講了。我覺得它不會出現當定講。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 A 竹竿。係啦，係因為飛散哦，佢本身呢動到嘅應用素就按到維他命 C，但維他命 C 哦會跟這個竹竿地北毒的應用素有些相抵合，所以應用素就會講帶掉了。像竹竿地北毒非常豐富誒，銅啊，還有鋅啊，這有微量元素，它就沒有辦法被人體吸收到了，所以動可惜啦，是不建議用下的形容。這很難呢。檢驗一下這些題目是不是真的是中等偏下的難？咩咁難啊？好啦，你看一下攬出第三題可能係簡單嘅。先染好，來看咯。習作題。習作題，你睇緊你冷水哦，2、3年題都會派出1、3年，都限時30秒當中切出15袋完整嘅百葉豆腐，按樣就算夠管嘅，而且中午都有爛題咯。馬上來搶送道具。好，等下你百葉豆腐，百葉道具啫，百葉豆腐都是這位，已經出來啦。啊，唔過我先咯，蘇菲姐來挑戰嘛，哈。之前你其實有比過，唔好像我記當中當簡單，其實還蠻挑戰的，因為30秒聽聽，而且15袋2秒，而且1袋。好，你做得先卡登到誒。好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哦，這樣對半切咯。哦。有道理哦。
某检验师是挺会动，小心翼翼，对，观察你没动火。可是是你要枸杞了。15，对，时间就是这么偷偷的。开始摸，你先不用数，你先切，你先切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剪刀。好，有点难哈。来，我们请另外一位检验师来检验一下。好，我来直接数哈，1、2、3、4，对，这个6。给他用一点小力气。7、8、9。又超狗啦。有吗？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我知道台大搞今天为台大医院检验师，恭喜恭喜！结果他们赢在实作题，真的，玩风锤的哦。你先，是的，一钳，一天都公羊呀，一钳，那薄签呐？系啊，应该系2钳啦。来，来看一下哦，甜甜圈嘅洞哦，做一个洞洞哦，係因為乜解呢 ？A 係仿片陳列的時候來買 ，B 係受熱均勻 ，C 係象徵王室的手環，太難了吧？不可能摸血狗哦，哪是狗啊？是狗啦。結果你現在比較先哈難。還是 B 嗎？哎，你覺得 B 走慢點哦。怎麼講 B 又回答了冇回答對咯，各位朋友正確嘅答案係恭喜！哎呀，台大地毛甜甜圈哦，到了下差不多咪係189年哦，100年的歷史咧，差不多到1920年代嘅時間，有一個美國嘅選種啊，佢按到格雷，有一擺其實咯，咁咩破解甜甜圈嘅時間，發現到東歐嘟嘟好猛熟，咁咩哦，靈機一動是想講，哎呦，東歐別睇別只空咗算咧，結果兩下就變做現在的甜甜圈，不六通是都好食咧。所以重點是受熱均勻。對，哎呦，歪打正着哦。恭喜恭喜！不舒服吃什麼？問醫生嘛，好。好。問 Andy。要嘅腸胃炎嘅時節最合適係哪一種食物呢？你是講個安全嗎？聽日安全啊！我覺得做媽眼有眼係團體哦，叫阿婆學起來哦。係啊，冇就帶下排好啲。可是我們3秒就會結束咧。自己專心。Oh no！ 不舒服吃什麼？問醫生嘛，好。好。問 Andy。要嘅腸胃炎嘅時節最合適係哪一種食物呢 ？A 係白吐司 ，B 係薑梅 ，C 係醬豬肉梅。B。哎呦，異口同聲哦。問醫生就知道，對不對？我看下正確嘅答案係 C 瘦肉粥。其實剛剛有講到，你3種哦，都做在食啦，白粥啊、白吐司啊，佢都唔會刺激，所以對腸胃嘅負擔嘛，係捨掉。我剛才講到瘦肉粥，佢本身就叫瘦肉，做在補充嘅蛋白質，對身體係冇輸送嘅時間可以補充嘅營養啊用電。好，唔盤吧，撒下來風吹。好舒服的。這一次我聽一下，這一次。我聽到了。啊，好舒服咯，好舒服了，好吃熟咯。用嚟做出口感較好嘅馬鈴薯呢 ？A 係要加蒜絲 ，B 係少鹽 ，C 係加米酒。要不要給你一個提示？對，你口感哦，指的是行硬斜，咩行綿綿。我自己猜出。有咩黑？你又跟着人。又留啲鹽咧嘛？你就買眼鏡嗎？黏的。搞出較好食。愛吃醋嘛？這個應該真係哎呀。對，這個方面，你
你要哎呦，人家讲。我看下正确嘅答案係就是家醋。其實撞到頭，嘅後背眼鏡哦，唔但想加蒜子甜哦，檸檬水啊，檸檬真沒做的，就是因為蒜哦本身做的讓馬鈴薯表面的果膠提早凝固，然後它的口感上面就會它硬脆，不會綿綿，不會這樣碎碎的，煮起來比較保持口感。還有就因為蒜做的保留嘅抗氧化成分，所以馬鈴薯唔會變腐哦。就像鹹豆漿一樣。超。恭喜！蓝队我们被追过了哦。命中注定。我们在整来宾，来看一下。来看一下哦，两个黑白切当中的天梯，张博谦最爱的超爱。那猪肉的哪个部分呢 ？A 黑舌根 ，B 黑横膈膜 ，C 黑上颚。哦，横膈肌。哪一家呢？B。为什么？是哦。横膈肌系同男人昨天知道他个鼻孔啊。两片。还胃当过两片。有检测过。咩？就上街那个地瓜莲嘛，嘿，地瓜莲。主管脸呐。地瓜，该是横膈膜该偏下靠近该偏用了。偏T。你来提醒一下，要把等下直接摸好选。有3道了，不用担心。轻刀用轻刀的方式来上款。结果有提示又跟没提示。奕纯，你今天有在现场吗？哎呦，上颚跟大家比一下再。确定吗？好，看一下正确的答案嘿，恭喜各位上颚啊，其实就是连接的牙龈的尾数啊，所以猪天梯因为叫像梯子一样一格一格的，所以它就是又叫做天梯。那刚好又讲到那个 B 横膈肌，就刚好讲到猪肝脸呐，它是在肺跟肝之间的地方，其实到天梯摸买是用惯哦。哎呀，又好多嘞，航班遇到黑白切的时间，因为点一下那个天梯，就是吃它的上颚。好，恭喜。好，来看一下风吹最波谜题喽，阿婆。他拍谁了哈？答错真的要跟阿婆拍谁哦。实作题。等一下呢，风吹有2、3年，拍出1、3年。那麼做得都也嘅是無限時啦嗬，切小嘅lin狗皮，做得小到有50公分，而且呢冇團體，按樣就算過關咯。好，亚个lingo呢上道具了哈，原来这为什么叫阿婆？哎呀，你哋怎么解为阿婆派谁吗？因为苹果的英文就按到阿婆。小声一点。我主要喺度頂下供份數本睇下看下，就50公分安裝阿婆。凍瘡哦。阿婆真係做孖眼用嘅。又是團體哦，叫阿婆紅幾多油？係啊，冇。就帶下排空嘅。冇有。先讓你隨時可以開始哦。搶回是還有，還是我們3秒就會結束嘞。自己專心。Oh no！ 專心。Oh no！ 你是在餐廳工作的人。等一下，可是我是外場。他的方向直接，我可以跳格嗎？然後還可以轉彎。不是有人真的削蘋果的嗎？他就不是按你凶啊，大概就吃叫老皮凶的了。啊！好像没救。我觉得素锦姐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要。对，我就是一个懂有爱型的女人。我只觉得制作单位其实不需要准备词。刚才甚至导播也没有配合画面，结束了。没有，谢谢你贡献的节目效果。对，谢谢。待会煮菜应该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因为是陈怡负责。你要该不会是我负责吧？哦，先不挑战失败。那么现在其实也还好啦，因为红队跟蓝队呢，现在就是平手。狗两梯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师傅可以选西红柿菜。选西洋菜哈。选苹果会有人不安哦。可以就选苹果啦。又呀？就选现在苹果。这个呢？现在有火了。好啊。莫按仔啊。苹果，哎，因为我走甜的还是咸的哦。这个呢？咸的。
喂，哈嘎ham串，现红色嘞。你那么多红红的，可爱教主呢？咸蛋呢？那就是呀，这风的啊。红到底是不是？哎呀，那现抢哎。哦，就是要西洋货哎，这样西洋。看出来做马改哦。我想送他姑姑，因为我很喜欢吃。好了，可以送来啊。唔怕，咩挨問題啦，嗬。好，中空已經先好生西紅色菜，觀眾朋友們做嘅自相困難，都帶定下師傅按用嘅來變化呢。師傅上菜了。好咯，師傅今日先嚟下條菜色啦，披起來剛好是紅配綠。係哦，嘟嘟好誒，三紅風，一紅嘅槍。要做出青沙皮嘅菜哦。誒，應該都得。紅綠燈啊，吼。菜名係乜嘢咧？孜然牙籤肉卷。牙籤做得寫。牙籤。有一樣肉穿都牙籤牛肉，真的哦。我聽過骰子牛。它也算川菜啦。哦，會辣。佢辣咧，咱個前面做無辣咧，做孜然咧。哦。我們沒有孜然粉給你哦。要係即個要做。要做啊！即個要做。加糊塗要皮嘅。錯。來。主要呢，羊肉一定係加油切片切好啊，而先滷一些東西。但是要不要先拜託小戴師傅先讓他切小黃瓜佬。應該請他削。這個令狗是我們剛才。事情姐嘛，哈。要先讓他切片。好。他削得有這麼漂亮嗎？好。把。你阿令狗等下會做嘅係。老羊肉卷。爆呀，拎夠老呀，小黃瓜，可以炸，可以炒孜然。好，所以等下食呢個輕刀味係上到安用煙，很難吧？哦，我建議啦。哦，上拜給阿志勇哥來，剛好小戴師傅不在。小戴，那個志勇哥是減了10公斤哦。對哦，減了10公斤。對吧？千日寶哥又款我們小戴發回顧文來10年前。我想看看。1/3。小戴師傅，這樣好不好？我們一家之主與你一起加油。不用一些孜然粉 OK。哦，孜然是醃的時候是會不用了。醃也要，炒也要，看有機。好，不用一些呀，各位這調小黃瓜。好不好？小戴師傅願意接受這個挑戰嗎？10公斤誒，咩10公斤？我出3000，那個製作人小文姐也出3000。又糖豆，大家就糖豆哦。然後他會請你來參加比賽，然後總金就會3000塊。他昨天送一寶哥啦。不過如果小戴真的瘦10公斤，真的會是非常大的突破。羊啊老羊肉愛變，他話有轉回來。因為怕你接不下去，因為你沒有瘦啊。小洞豆。我要小黃瓜哈，拎夠了小黃瓜。建議啦，嗰用牙籤啊。那但係你要都有水果啊，應該還看到還有其他買。小黃瓜拎夠。哦，冇水哩。那你要甜椒幹嘛？甜椒要皮色的，要炒的。哦，要再。一般啊，就迄個不用辣椒的。哦，因為川式。因為我會做較大眾化，所以就冇不用辣椒。我一般會不用辣椒的，一啲料有些辣辣的。所以你今日用的係孜然，冇食咖喱粉啊，沒做得。沒做得，但是啊，當你是看那呀孜然粉的米絲哈。老一肉卷的米絲會較適合。公食材孜然會用肉咩啊？好。沒有啊。某一天哦，孜然就是適合肉類、肉類的，但是我吃到就牛較冇咁適合了，米絲啊。你今天有帶了新的配件，我們都有發現。呀，目前都有可能。不用一些太白粉哈。好。很像浣熊。有比較。凍頂音蝦哦，凍頂音蝦。大浣熊，然後來不用去炸哈。太白粉店都係按用撒上去就好了。唔是跳多粉的，佢主要有一些粉的炸起來看起來較熟啊。高溫嗎？一下就熟嘅，一當因為個地位就做得上去。跟腰凍泡啊。請小戴師傅讓佢估一下嚇。好。一下就好嘅。做乜嘅用嘅係太白粉，唔係其他嘅粉啊？用太白粉較酥脆。哦。讓它炒姜哈。好。一些調油。然後真的已經凍架了幾秒鐘而已。對啊，幾秒鐘，你凍架就熟了。一些調油，一些糖。避免老掉吼。一些水。其實公食材應該嚇，假使
爱热天爱先久都没走的，就是爆落去啊。对啊。加冇上到。哦。这他。都在几多岁啊？42。啊？又小猫养啦？不可能。声音哪有凶眼？赶快去参加人不可吗？你得42，最像仰头也好。我不想录了。单位主责的。很明显啊。抒情险会负责哪一部分？口述的部分。很固执的男人。空调不用落去。有又爱安小哦。米稀谢天呢，主要给它设自然粉。哦。甜米稀。来做一下。好像会有点甜甜咸咸的哈。哎，很甜很甜的。哇。要这样的嚼嚼的。绝对是一道好的下酒菜啊。而且懂见的，我卡妹都在做。这会适合配什么酒？马酒。马酒吧。哦。狗柳吧。狗柳吗？那是你个人喜好。我来养我是酒。冲发就点缀甜甜。哎，点缀。懂见难哦，冻夹哦。哇。我觉得这个适合配气泡酒。哎，气泡酒没错的。好。里面孜然牙签肉卷。阿娘就好食喽。师傅一个寿司。哇！这道料理花不到5分钟。嘿啊，韩国富兄冲的那种孜然味，很喜欢。我享受一下。来试试看啊，太奇嘎。等下吐出来已经为孜然味哦，1秒飞新疆，好不好？真的。虽然係粗過嘅，我呢部已經會要水果，還有蛇嚟掛，非常的清爽清香。太敢吃都牛版嘞，很幽默。這配嘞，可能要再削一顆蘋果，我覺得總沒什麼。蘋果哦，好食嗎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剛出發來。哎，不過我們客家人料理懂是要用孜然粉。對，所以要跟各位觀眾朋友講哦，不可能一個超市買一罐孜然粉，那買爆空油係沒有做得㗎？可以嗎？可以。客家炒肉可以嗎？可以。客家炒肉都对。可以哈，因为它真的会有新的香气。家人就想说，哎，怎么有新的菜色？但其实只是加了一道粉而已。哎，新疆的感觉。对啊，蛮好的，而且因为这个会很恭候蹦酒啦。好，这杯米一管呢，好不好？拿出女生的魄力来，相杀了。哎，桃园对阵苗栗哦。没错。马上来进行这杯米一管的挑战。做下练功夫，真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，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魯菜。新來萬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會前面咯，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Hello， 等下這杯米一管呢，就會代表講大家呢，要拿出你最厲害嘅菜來拼。基本上就是萬無一失了。因為挑戰係2-2啊，都在鹿死誰手。哎呦，對，先看下風水大媽菜色，苗栗嘅小阿妹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炒肉炒飯，很簡單哦。很簡單哦。炒肉炒飯，飯要炒得好，本身就是一件很難的事情。啲朋友冇強壯哦。而且我有看到佢，你可以叫先你嘅豬油出來。等下煸嘛哈，還有這個，在乜嘅？那個是什麼？泰式奶茶嗎？辣哦，那就叫嘛，那就種媽媽做誒。哇，誒，這個種誒tomato都地瓜哦。哇，這種是tomato。一定要公館裡面，公館好山好水好年輕，所以種出來菜太好食咯。哦，好啦，最杯米館老太公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哦，移動衝。我看就攬最大女買嘅好料，菜名按到乜嘅咧？客家米其木，哎呦，那今天怎麼想要做米其木呢？節慶街下，那個有多的是反正米其木街的啊，
以前的菜冻烧，嘿，俺家有多点未解冻的菜落去，还要去隔壁偷。嘿，还是讲两行人是呛出来烧，是那下豆的呛出来煮，然后还有盖肉，哎，以前都会用猪肉下油嘛，油到唔係油到煮粽下，油到梅糖啊，加有老人家是讲上会写下清淡。哎，你看检验师就会按用起到做菜，还会顾到饮肉，今日突然中妹良姊妹有信心吗？有，感觉冇问题啦。冇唔错哦，然後呢，等下司機來看一下，睇緊用邊料理嘅，馬上嚟倒水，3、2、1，請開始。準備開始了。梁平的哈嘎經典料理，其實廖經是我老朋友哦，那相認。我大概有將近10年前，遇到客從跟他演出，哦，結果那時就素琴姐老乾妹呢就送很大的卡片跟花給我，我那時候印象真的很深。他乾妹很厲害了，呀，乾妹給他演的嘛，大學了，都拍了。他開始口呢，他的小甜甜哦，真的哈，很感動。哎，不是，所以待會主責的。很明顯呐，素琴姐會負責哪一部分？口述的部分。他迎賓呐，迎賓，來睇下來看眼種表演，冇開火啦，我傻眼雖然確實要冷鍋下油，對，確實，但是會開火。不過講真嘅呢，素琴姐你平常有做菜嗎？有啊。不過我煮的迄種較健康的菜，對，怎麼說這個不健康？三未聽。係咩？我有關係啊，根本就根本又熟又佛就走對了。料理啦。我想訪問你一下，藝人參賽的這種，對，心情很有。對啊，東西哪個都要炒料。啊，慢慢表來，你先過一看。好。大家。苏菲姐，來，有煸豆嗎？這邊一定會煸豆哦。這個是最小火哦。好，你要大火一點，對不對？對。一純很年輕，有冇也會講客家話呢？只會一點點。你係爸爸跟媽媽可以客家？地道都係哦。不過而家我都冇工，係小時候。你是不是才？你現在就是小時候吧？心情都在幾多歲啊？41。啊？有什麼人啊？不可能！但你有生意呢嗎？冇，我冇結婚。你有犧牲意噻？犧牲意，哪有凶眼的？趕快去參加人不可貌。你沒犧牲意，兩頭也好。應該結婚呢，結婚。兩位是生意差不多。那同年呢？你懂那個意思？她看起來像你女兒哎。真的嗎？你走在囧出機呢？我不想錄了。就是那個蔥給我。要蔥扒加蔥醬。兩個都別用嘅。這一定很好吃啊。你都有料又不用買嘅，攞睇下個工具買。有香菇、蝦米、肉，還有雞肉哦。我用雞肉係，我要仲要調油啦，嗰種高湯足抓醃係，醃一下。我們義純這邊刀工也是很厲害。那檢驗師在大學科系好嘛？該上手在走檢驗師啊。醫事技術。醫事技術，這個是一個專業的學門，這樣。哎呀，分數已經會動過。沒錯，這邊已經對於年紀我太震驚了。好了，我們先過去。好，先跟走在縫線嘞。我為什麼一直聊這個？就是因為走在縫線。蘇菲姐感覺就有養小狗哈。貓都沒有，要啦。有批豆嗎？這麼黑？怎麼給夫婦呢？有批豆嗎？這個怎麼加了紅棗嗎？沒有，全酒。全酒啊，酒嘴嘞。怎麼酒這麼黑？你有做過他的功課哦。還有調油啦，還有偷油，還有調油。有啦，而家度都無限卡，還有調標動演入去嘅。你放的？嗯。你放的。不，還是陳怡放的。你沒放對嘅咩？我哋話標誒全酒，佢會調米油。酒係嘛？米酒，因為要吉香，一定要用米酒。要不要試一下味道？你會該控制咪調到嘅，你咪炒盤咩？
哈。然后要把外面烩饭哦。痛经会冲到，系啊。哎呀，佢頭下無按夾走頭髮多水，佢肯去做見到水，困到唔動見到因水水。流手汗啫。哎呀，可以一出汗了。要卡走掉咧。有。本来是不是冲来想先下，对不对？要冲个比鸡母还豆哈豆。好，我最喜欢。他就是爱吃这种。到我家来吃。那辣椒酱很好吃哎。對啊，等下苦瓜拿給你。要卡走掉咧。有。本来是不是冲来想先下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先煮啊？沒有，其實吃到最後都全部就空用嘞，全部都肚死。你說8個小時後嗎？牙他叫人牙他假。這個勝敗哦。嗯，我知道。他有吃酵素了。所以等下人翻落去攪攪就差唔多嘅吧。因為盤係要先脆果哈，脆到熟嘞，而且用的是紫米的嘛。紫米比較養生，健康養生，注重養生。跟人家可以嗰邊開下，因為嗰邊豆漿會好嘅。黑你這個是有不是冷飯嘛？是冷飯，我們隔夜的，隔夜的，對，一定要隔夜炒飯才好吃。好好，所以你要顧好哦。有，我切完之後就顧了。對。哦，兩片外河嘞啦，凍香這好香哦。係啦，冇問題嘞。要衝個比雞母還豆哈豆。哦，我最喜歡。他就是愛吃這種。到我家來吃。蘇慧姐，現在我覺得我們家應該住蠻近的。這樣子哈。皮頭跟米頭哎。米是某個，反正 keep 到那個配套。你係不用落去咯，不用放落去。好。所以你都做係燙嘅。燙嘅。你有冇打上細細啊？皮頭係自家煨的嗎？很當然。跟住有冇啲水到可以加嘅？我怕濺起來。不要管人家怎麼做。對呀。不要這樣。師傅剛剛那邊都沒指導了。對啊，你那邊就嘲笑了。那邊很穩的，很穩的。來刮槍槍，這個上色嘛哈，調酒。對，它還冇熱味，我覺得蘇菲姐真的很會做料。拿些麼？你要查沖勢是都台嘛？剛才就講。啊，那個之前我媽都會中東多。蘇菲姐在台北一個人煮，這樣自己煮來吃，很不方便的，應該要找我去共餐才對。好啊好啊，一個人煮很難抓分量。確實。從來從台出我告一下。你一滴龍沙好，是條浮條粉的米。哎呦，那就直接倒下去。直接一倒也好。好啊好啊，姜同豆。好，那你先外佢啊，兩腿全部我哋，來其他。這裡換落去咧，哎，今天就秀造來哦。哇，有哦。調色。來，然後是一定做的。媽媽給米頭。媽媽米頭。有哦，還有 apple 跟米頭。有。Apple 在這。馬洛比哦，apple 派寫哦。哎，其實做得了。做得啊。然後哦，那時候呢，然後就會，其實用種做法，都做得，你做得搞落來炒，沒做得飯放到中間，然後也米到旁邊，都做得。做你準備做你有自信的。你做乜嘅？就什麼嘅？哦，跟下就冇一老都變咖喱哦。這有點像是有沒有比較套餐啊？對。然後定時。要拿炒牛放陽光大，所以我們的吃到炒牛係當肉食的，沒有人這樣覺得。然後用形色的方式來設計，對嘛？對哈，有你哈，太廚買較高分的喂，拜託，競爭蠻激烈的。競爭蠻激烈的。係啊，也沒有媽媽愛到地步，嘿。哎，那邊也有愛啊。他真的是做外。給你一個沒就愛啊。係咩？嗰時候其實動到愛了。哦，什麼？我有臨剛過嘛。係咩？係咩？好，那我們先去倒數了。好，倒數了。天草馬上來倒3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點到，馬上出來吃看到最杯米一罐，乃木凱米是卡站掉咯。
来本亲爱嘅掌声鼓励。那两出菜全部都客家的，不讲客家炒牛鸭嘿，你客家米奇木。错。先来是凤翠嘅料理咯。炒肉炒派。上面有这个超级辣的辣酱哎。会很辣吗？看起来很辣，可是这它那个颜色看有你辣吗？都有哦。那种妖姐姐。就对啦，唔会中辣。那是我们变得很香香哎，算了。就共有 apple 我觉得辣辣椒酱很好吃哎。对啊，等下苦瓜拿去。你这个油比较多。我觉得它的客家料牛很传统，尤其是蛹哎，它就是要吃到这么硬的。对，不要到那么硬。哇，厉害哦！你用啥好食客家常用吗？下手式咧。好少哦。其实做梅哦，还觉得更经典。但是他们厉害是那个辣椒酱，因为选的出了地本就干嘛？香香的 tomato， 还有另还有 apple， 好食咯。是谁？好，以下還是咱水嘅客家米線麼？好。哇！光是汤头就非常棒了，而且里面的真的各种营养都有，你加了很多的酱菜到黑。它就有西面没把阿豆嘟嘟好，要菜哦，因为烂，而且煮出它的甜味，又好，这外面卖的米奇木怎么可能加那么多菜？哦，冇可能，这要加1碗料的钱呢。哎，你知道牛板嘞？好食，從來都開扁，有開扁的面湯，拿迄散湯的面湯，拿這個我媽媽的味道，超好，哎，真緊更好食咯。行。凤中頭有沒有比較多？係啊，我該睇嗰天哦，真緊嘅公食菜2比2係公平哦，平手嘅嘅情況到底最尾結果應用版咧，夾夾嚟看咯。好，剛剛頭前呢係2比2哦，都在最尾面成績部係兩版人呢，先來搶師傅鳳翠搶盤盤中4分大勝2分，6大勝。哇，想你的滋味，哎，要看一下咱最後兩下哦，半數咯，緊張冇？緊張，準備好了，要看一下咱最得到幾多分？你們的興奮藏得好裡面。來，小戴師傅搶公平。兩腿梅頭全凍好，兩方腿呢是菜是該米酒可能用挺多，該那個客家小炒該醬香味是冇咁突出，好，所以就有點淡掉。啊，兩片的梅頭香土啊香味全部出來，對兩本的10分，謝謝。來談談一下龍哥。兩水嚟米線攏同方都有客家嘅米線啊，鳳翠那邊係做家嘅炒飯那個飯。調色一些些的本身，每年都炒嘅時間調，所以我建議嘅飯唔係用整嘅飯，那個比例要1比0.8，就不能1比1，因為那個飯調色，按係用煮嘅飯可以1比1，但是做唔得精，做唔得精調。所以我吃到口感有長差，所以那邊扣1分。好，謝謝。啊，蘭水那邊呢，其實各樣都做到吼，就一樣啊，吃到有一些可惜，就係客家人我有隻鳳松頭嘅米線，今日係用鳳松頭先炒嘅，但我建議一般留起來，到前後杯一出來家下，你要再變落去嘅米線就完完全全客家人米線，而家要當大餸就係，因為你要煸煸嘅嘛，你要多轉去煮，食到鳳松頭嘅甜味，但是鳳松頭嘅小米不用揮發開的，我就說有一些大餸，所以我就那邊扣1分。全部看到一起款啊！好，好多兩下成績已經出來嘅，馬上列出來頒獎嘞！好了，今日成績已經出來，其實是非常非常靠近然後當接圈嘅成績。鳳翠總共得到6分，南翠得到7分，先來恭喜南翠咯！好，南翠有2擺係總冠軍，提前秒1000票嘅加出去。鳳翠呢，沒得到當好嘅獎品啊，T擺送出來也嘅係呢日本外西式折疊收納推車。
容量、高密度钛瓷双饮杯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，今天现场让人还是不敢置信41歲嘅。43。等一下我們要確認身份證哦，係你哦，依純，我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參加嘅感想來。同歡喜有也個機會來也對參加錄影，真歡喜啊！很大頭名誒，冇想到。你劉生係馬上來報名嘅，你來報名？我朋友陳怡。哦，所以你們是朋友啊？你都有免學的？免學。你對朋友嘅情誼就可以拜見面。哦，網友。哦，哎，動聖奇嘅故事呢？到節目都快結束了，我們才知道，裝不認識。好啦，私底下好好聯絡交流一下。薛夢怡，咋個女咪係美魔女？蘇菲姐，來，都放棄啦。然後我還是問我個哥哥講，我係去參加那種嘅客家團隊。然後你講嘅客家會做一堂嗎？做的啦。他就講，我來複習一下好了。反正最主要就是說，我覺得來參加客家團隊一種經驗，也是把客家的文化推出去。就是慶幸參與過後，韓國本身係客語，不過讓客家念轉來，念轉來，這是最大的收穫。錯。3000塊也是不錯的收穫。動好嘞。用力啊！好咯，撒哈羅克，我們真的是超級 I 人組合啦，哈。款本抽呢啊！陳怡人，對藝人啊，藝人講錯了，超級藝人組合。陳怡老太分享一下，你要不要參加行動？你做用衝誒，你做用講。我講一句話就好，係同媽媽講，媽媽我愛你。這是讓媽媽學個料理嘛，對不對？對，錯。喊一拜。從媽媽來。從媽媽來。那你剛剛喊話，從媽媽讓報名。媽媽讓報名，我來哦。好，已經報名了。媽媽咪係讓強容動外向嗎？冇，你應該很難超越。博謙真的是第一次遇到。嘟嘟對手呢。原本開場的那個什麼博謙講，對呀，擺脫。還是你們兩個一起講來講去，應該蠻好笑。我直接黯然失色。好了，撒哈羅呢就幫你蘇김치老太分享一下咯。有啊，根本你們聽名，會不會算來聽名？都是第一名。OK 啊，我真係當歡喜了呀！看到民族妹妹、阿強，係啊，看到按到帥哥美女、大廚，還有人家的工作人員全部咩當專業、當用心，當歡喜。按有緣了呀，按姿勢哦，我就沒有你料哦，沒有你後生好水好年輕哦。雖然阿勤煮飯唔好食，不會啦，可是係啊，有限流料哦。恭喜！就像看去到春堂，黑公有你安永分享你就点菜点得很開心啊，因為素琴姐介紹每一道菜都感覺很好吃，所以就會 OK， 那這個好。又揚哦，外場就需要像他這樣子的。係啊，韓國做出來就會安永軒啊，無論你做形容版軒，講食材哦，最重要就愛快樂愛歡喜。沒錯，做料理呢，韓國有一件事情就是有心啦，係啦，你用心好好去做料理的話，人嘅料理就有辦法感通你哦。一家資助等等你聽下了要到畢業報名大雕西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長lâu了。